2026年已經過咗一半咯喎，望咗成半年，你係咪仲覺得自己冇咩突破呢？不如跟我做以下3個步驟，睇下你走咗有幾遠啦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日常嘅靜觀小貼士啦。2026年已經過咗一半啦，仲記唔記得你年頭同自己定嘅目標呢？唔好淨係掛住向前衝喎，有時都要停一停，睇一睇自己去到邊度嘅。問下自己以下呢個3條好簡單嘅問題啊。一，我呢半年做咗啲乜嘢，自己都覺得自己做得幾好，唔錯嘅咧。第二，有咩阻住我啊？第三，我仲想唔想繼續呢一個方向邁向呢個目標呢？寫低答案，因為覺察就係改變成功嘅第一步啦。想下半年下得穩嘅，就要由呢一度開始啦。想知多啲點可以整合你嘅生活，提升表現同揾翻生活嘅平衡，記住 like 同 share 我哋，又或者去我哋嘅網站睇多啲啦。多謝支持。